Benim ismim Berat, familiam Halak。音乐这东西，我从小觉得就是我自己一部分一样那种，天天就抱着这个吉他，就喜欢嘛，就天天唱。在舞台上太高兴了，跳舞嘛太那个悲伤的时候，我就唱出来我自己的那种感觉。其他的我也没多想，比如说我未来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、伟大的歌手、伟大的一个吉他手，什么都没想过，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其他人，这是我的一个标准。叫努尔尼，生下来一个1岁半，就是他不会坐，脑袋也抬不起来，最后到医院一查是脑瘫。在家里面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他，你看喂饭、穿衣服、大小便，全是咱们要陪着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自己的儿子，家家都有个难念的经。我家里有这个难念的经，大家都知道，有什么事都会想着帮我，总有一天会好的。我一天呢做50礼拜，得有要求，求阿拉，求大家的平安，全人类的平安，然后求父母的平安，再求孩子的、子女的平安，最后再求自己的平安。现在把他们的事情上来改，大概包含的天天必须都快改，然后他们是来解码，都是在这个什么乌鲁木。给别人说，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会跳舞。小时候没去舞蹈学校之前，我就会跳舞，然后就是会扭一扭啊。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跳舞，特别喜欢唱歌。我奶奶不让她去学校，不让他去学舞蹈，不让他去唱歌。后来就他没有实现他的梦想，就是现在跟我说，我没有实现我的梦想，我特别希望你来完成这个梦想。我特别想去国外跟大师们一起学舞蹈，跟他们一起跳舞比赛呀什么，特别我的梦想就是那样的。珍惜这个生活，自己的生活。怎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有意义？每一天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大。希望这个孩子病治好了，我也是这是最大的愿望。从小就想独立，所有的我做的决定都是我自己。记忆里就是很想自己去闯一闯。去年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，就是冷静。就在那0.00几秒的时候，你就要判断出来这个球的走向。新疆鼓是我永远追求的一个精神。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做了，我这辈子就不后悔。只要是努力就有希望。